喺以下情感引導範圍內，免債術最為有效：沮喪、煩躁、壓抑、失望、懷疑、擔憂、抱怨、洩氣、憤怒、仇恨、憎惡、怒、嫉妒、害怕、愧疚、無益、痛苦、抑鬱、絕望、無力。首先設計一個賬本，佢嘅欄數依據你每個月嘅基本支出而確定。而家從最左邊一欄開始寫低每個月最大嘅一筆開支，例如你每個月最大嘅支出喺你嘅房租上，你可以喺頂頭上面寫低房租。喺第二行你可以寫低具體數額，圈一個圈表示每個月應該付嘅錢。第三行寫上你仲未償清嘅債務。喺第二列可以寫上第二筆支出，如此依次寫落去。喺賬本嘅標題處寫下：我希望可以及時償清呢一啲債務，喺某啲情況下，我仲會加倍地償還。每次收到賬單，你要隨時修改賬簿，而且算出每個月最少嘅數目。如果同上個月相同，就寫低相同嘅數目。當你第一次收到賬單或者償還最右列嘅賬目嘅時候，亦都就係你嘅每個月最少嘅賬務，提供一張2倍於賬單嘅支票，同時寫低你仲未償清嘅債務。呢個遊戲一睇落去幾乎係好奇怪，但係即使你冇辦法償還全部嘅債務，你依然要雙倍償還最右邊嘅債務。你唔單止為償還債務而努力，喺一啲債務上你仲加倍償還咗，為此你要感到好高興，因為你以一種新眼光嚟看待財富，相應嘅震動就會發生轉變。即使你嘅努力俾自己帶嚟嘅驕傲極其微小，震動依然會轉變。你信守加倍償還嘅諾言，你嘅震動就會轉變。震動一變，財富亦變。如果你將自己嘅每一份債務都清清楚楚咁樣寫喺賬本上，新嘅關注將會改善你嘅處境。面對一份新賬單嘅時候，你唔再沮喪，你會熱切咁希望將佢寫喺賬本上。隨住態度與震動嘅轉變，你嘅財政狀況亦都會有所改變。意想不到嘅財富會喺生活中出現，物美價廉嘅商品會主動揾上你，你手中嘅錢亦都會更多啦。各類有關財富嘅事情都會有所變化，咁係對你嘅震動改變嘅回應。隨住資金嘅寬裕，你希望喺最右邊嘅賬單上仲繼續償還一部分。冇幾耐，你發現呢一列賬單已經償清咗啦。隨住財富之門嘅打開，一列列賬單漸漸消失啦。你對財富嘅心態會慢慢轉變。如果不斷練習，有關財富嘅震動會有顯著嘅轉變。如果你希望償清債務，你嘅債務就會償清。債務本身並非不祥之物。如果你總係放喺心上，有關財富嘅震動就會成為一種阻滯。當債務減輕嘅時候，你覺得輕鬆自由好多，阻滯自然亦都減少咗啦。因而你可以接納更多嘅財富流入生活。任何令你心情愉快嘅手段，都會令到你嘅金錢震動發生改變。然而，如果你有一身債務，免債術無疑係最有效嘅手段。佢可以幫助你從不同嘅角度看待財富。喺日常生活中，好多人總係會對現實產生有關財富嘅震動，但係卻成日都冇辦法控制。免債術同樣通過對日常生活嘅關注嚟到誘發你嘅震動，通過記錄同埋確認債務等等嘅方式，但係佢嘅角度有所不同。考慮你所可以做到嘅，而唔係你唔可以做到嘅，你將明顯感覺到一種轉變。佢係一個非常實用嘅手段，一定可以轉變你嘅震動嘅。將免債術運用幾個星期之後，害怕同擔憂就會一掃而空，希望、愉悅等等嘅積極情緒將會主宰財富呢一個主題。呢個遊戲將會幫助你擺脫債務，佢將會幫助你平衡有關財富嘅震動與能量。一旦有關財富嘅能量趨於平衡，震動契合亦都會為期不遠。而且一旦失去咗能量平衡，財富亦都必將失衡。